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4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185例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有98例哦，台北市是42例，有15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是讲，这几天疫情有较稳定，新北市冇较长和，也毋过嘛是袂使放令，大家爱继续监护调。另外嘛，公布讲7月初一开始，国内机组人员检疫顶头有上新的规定。咱们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所有本土的案例是185名哈，那新北98例哈，台北是42例哈，基隆14，桃园10例，苗栗7例哈，花莲4例。彰化、新竹各3例哈，宜兰2例，台中市、云林各1例哈。那死亡的是有15位，死亡的有15位。整个确诊的病例看起来这几天是比较平稳，也不要松懈了哈，这一定要大家一起把它撑住才行哈。好，在7月1号，没有接种疫苗或接种1剂疫苗未达2周者，那就要采7天的居家检疫，那结束日的时候 PCR 的检验。然后再加7天的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那第14天要做抗原快筛。好，那如果是接种1剂疫苗且满2周，尚未具有完整的疫苗保护力，是5天的居家检疫版结束日 PCR 的检验。那9天的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那9天、14天都需要做抗原快筛。来看高速公路局第5日节连假头一天哦，因为严格管控交流道的车流量，造成一寡毋是要返乡的货运业者，甲上下班的民众塞车太几啊点钟。昨下晡4点开始，交通部嘛已经调整哦。今仔连假的最后一天，早起所有路段拢正顺。国道5号雪山崩坑往北的车辆是比去年的5日节车辆减少超过7成。疫情还未转好，煞撞到5月节连续假期，为着避免各县市大规模的人阵搬徙，交通部以防疫当作目标，实施各道严格交流道严控管制。不过第一天，真侪交流道拢严重塞车，引发民众的批评。因安尼对13下晡4点开始，交通部已经调整连续假期的交流道严控，车阵也比往年的同期减少真侪。国道全线的交通量为7.5百万车公里，那高工局预估今天全日的交通量会是44百万车公里。我们先看到国5雪隧的部分，截至今天上午9点为止，国5雪隧北向的通过量大约为2700辆次，相较于去年同期是减少了74%。除了交流道严控，各道的服务区卖场也停止营业，敢若开放部分的加油站和便所。到10时的透早9点为止，连续的最后一天，交通大概拢真顺。国5从坪林到宜兰地区，目前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至于北区、中区以及南区，在各个都会区的交流道以及主线，目前车流都是呈现正常的状态。交通部表示，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比去年同期交通量大概减少5成6。严格交流道严控管制，确实有控制掉车阵，有达到成效。交通部的部长王国才强调讲，这届5月节交通管制，并不是以车流顺做目的，是有防疫的任务。不过，这对通勤或者是物流的业者来讲，是真辛苦。记者综合报道。今仔5日节路全台湾拢真热真热，各地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也毋过气象局是提醒，过道山区佮东半部山区的附近一寡所在会落真大阵的雷公雨，民众嘛爱特别注意熊熊的大风大雨的天气。5日节连假最后一天，全台拢真烧热。气象局提醒，为早起开始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暗过中昼过后，山区有热对流发展，可会出现大雷雨。东半部接近山区的平地也有大雨出现。所以顺着西南风的吹送呢，可能在比较偏东半部地区也是会有一些降午后雷阵雨的可能性在。所以今天下午过后，留意的是山区东半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降雨的现象发生。那午后雷阵雨会有一些短时强降雨的情形，那请大家要注意一下。气象局表示，因为小型风台也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无明显的影响，暗时开始中南部是西南风的迎风面，会落寡雨，再去一礼拜天气较有变化。中南部地区属于西南风的迎风面哦，比较有可能时不时的有一点点的小降雨的现象出现。
阵雨或雷雨的情形，不是一整天都下大雨哦，可是天气上面会比较多变化。这是这1个礼拜的天气状况。气象局提醒，受西南风沉降影响，东南部有发生小风的可能。中昼前后，南投接近山区或者是河谷地区，有连续出现30度高温的机会。气象局也提醒民众出外一定要早雨伞，可注意会降雷公，或者是强阵风。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防疫，有真侪人今年的5日节都无回去故乡，也毋过伫高雄，警方抓到7个少年囡仔做伙啉酒开讲哦，嘛有抓零的业者违规营业。伫彰化嘛查到3件拍牌的群组，其中阁有落跑的移工。另外伫屏东哦，嘛有游客去山顶露营，虽然是无超过户外10个人的群组规定，也毋过无好好点伫厝里，阁出门拍拍照，嘛是无啥应该。警察考劝即几个少年毋通群聚，高雄大寮分驻所13半暝接到检举，有7个少年差不多19岁至23岁，伫一个人家厝内底违规群聚啉酒，依法开单，1个人至少罚6万。另外，林雅区的市场嘛有抓零店的业者违规营业，警察接到检举去稽查的时阵，业者还阁当地替人去抓零。54岁的潘姓女子正在帮另一名58岁的潘姓女子进行背部的一个按摩的服务违反防疫规定属实。毋那高雄，彰化加强稽查廉价群聚的情形，嘛查到4个群聚拍牌博缴或者是食酒的案件，其中1件是6个外籍移工群聚啉酒，内底有2个移工是违法的4年移工。警方当场是甲开6张稽查单，以请卫生局来裁罚。4名的移工分别居住在附近的4个乡镇，那另外有2名是来自北部以及中部的这个逃逸外劳。5日节连假，大部分的人拢尽量踮伫厝里，不过也是有少数的民众出去佚佗。屏东马家乡全5道路迄块咧居民伫检疫站，甲要去山顶的民众磅体温，嘛劝民众毋通去爬山。不过当地民众也是发现13有6台车停伫加马道路边咧露营。活动中心那里，经常有我们的护系人员在驱赶。最近他们休息的位置转移到加马道路。深山比较看不到的地方。警方接到通报到现场的时阵，发现2台露营车，其中1台是家己一个人去爬山，另外1台是一家伙3个人。因为无违反户外10个人群聚的规定，警方敢会当劝因落山。不过伫防疫期间，也是有人走来露营，互附近的民众感觉无互尊重，嘛增加暴露防疫的风险，互因是感觉真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胃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本土病例有185例，有15个人死亡哦。本土病例新北市上侪是98例哦，再来是台北市有42例，基隆市是有14例，桃园市有10例哦。苗栗县有7例，花莲县有4例，彰化阁有新竹有3例哦。宜兰县有2例，台中市阁有云林县是拢有1例哦。全台湾目前计共是13000多例，有11898例本土病例，目前嘛已经有452个人死亡咯。咱再来看台北市哦，盐江西工会是提出将近600个人要先注疫苗，也毋过所有人质疑讲名单顶头的人拢是目镜行的员工哦。台北市盐江工会是强调讲，名单顶头的人是第一类会使住的盐江所的工作人员，毋是目镜行的员工。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是表示讲，若是有查到违法，会依法来处理。各县市依照中央发布的优先顺序，积极来注疫苗，希望改善疫情。说注疫苗先后特别受到各界关心，有人向媒体投诉，台北市严根署啊，佮严根新工会去安排13号、14号，伫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中兴、和平医区分批来注疫苗，并且伫名单内底有人可能毋是严根署，也是严根新，就引起着外界议论。那工会是发布联合声明表示，这严根人员属于第一类的医事人员。严根所内底的助理啊，佮行政人员，因为甲严根人员有真大的接触的风险，所以嘛有注疫苗的需求。即届和台北市卫生局名单，这严公司工会嘛强调，事先已经初步来把关，甲一寡毋是严工人员、助理也是行政人员身份的人来加以删除。比方说他有3个，那他报出来人数有异常的时候，我们会打电话去做确认，说这些人实际上是有在验光所里面做工作的人员。经过名册的审核之后呢，我们会有做一个把关的动作，就把名册呈交给卫生局。
台北市政府表示，第一类医术人员的名册是由每一个工会整理好，和卫生局来交由联合病院来做仪表，也是违规都会来查核，并且要求工会来做说明。那名册里面如果有非医事人员的违规状况，我们会进行查核，但是可能要具体的检举出来是哪几位。那第二个，我们也会要求工会来做说明，如果有违规的话，当然会依法开罚。如果会员的验光所他的造册名单有做任何的虚假，我们支持政府依法行政。台北市验光师工会强调，这验光助理还有行政人员是无执照，这身份是真还是假，只有靠验光所来做把关，也是违法是支持政府来做法办。记者张志勇、林志谦台北报道。警察甲消防人员是优先会使注疫苗的名单哦，也毋过嘛传出讲警专的学生嘛会使先伫台南甲高雄注疫苗。台南市长黄伟第是表示讲，警政署要求讲甲警专的学生嘛排入名单，这是按照中央的规定。日本送台湾的 AZ 疫苗已经分配到全台湾各地，符合资格的民众伫医护人员的引导下正式开始做。不过最近所有民众也空讲，台南和高雄拢有警专的学生，互安插伫外勤警员的名单摆伫第2顺位注疫苗，引发争议。那个如果警专生他是有在协勤的话，他是有那个必要啦。我觉得是没关系啦，因为可以算在他们是警务人员的那个份上这样。警察我是觉得，因为他们是实习哈，我是觉得这个轻重缓急。那些警专实习的话，我想可以延后啦。针对这件代志，台南市长黄伟德证实讲，目前伫台南注射名单，警专的实习生有197个人，名单是警政署提供，因为警专的实习生爱对期暂走。平常时就是和派出所的同仁出勤协助案件的处理，工艺上确实是第一线的人员，地方政府一切照中央的指示办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一线的派出所，接下来也就会实习期嘛也就分发也是到行政机关，所以也符合所有警务人员都是打的原则。除了台南、高雄也有同款的状况，计共有254个人注疫苗，但是有基层的警员表示，要看实习敢已经编列做实习的单位，那敢若照户籍地，安尼敢会占用到县市疫苗的额，而且这实习生未来嘛无一定会选伫台南服务，不怪会引发各界的争议。现阶段大家拢放大检视疫苗注射的对象。毋望欠疫苗的代志会当赶紧解决，减少无必要的风波。针对这件代志，警专表示，感谢部分的县市政府体谅学生特别实习，比较警员的顺位。不过有关希望按照中央的规定来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这波病毒造成的死亡案例有9成拢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真侪人惊讲毋知当时才排会着注疫苗，所以先去注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注一档虽然要3000多块，也毋过即马嘛是抢甲无货咯，要搁等1-2礼拜才注会着。国内新冠疫情还搁伫个增加，互民众是真烦恼。尤其染病了后死亡的病例，有9成是65岁以上的侪岁人。有不少民众伫还袂等着新冠肺炎疫苗的情形之下，规气先去诊所自费注13剂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早就缺货了，不是等几天了，至少1个礼拜了啦。大家都打不到新冠肺炎疫苗，都要先打流感疫苗了。有医师表示，根据外国的研究指出，有注肺炎链球菌疫苗的人，得到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会降低1/3，而且真侪病毒的感染本来就会并发细菌性的感染，也若这个细菌性的感染内底，就是以肺炎链球菌的感染是上侪，所以注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除了会当预防细菌性肺炎的并发症，就算注了后，得到新冠肺炎转做重症的比率嘛会大大降低。我们是鼓励说，如果是有潜在风险因素或者是年长者，都要去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因为不只是新冠病毒，其他所有的病毒感染，尤其是流感病毒，它常常并发肺炎链球菌肺炎，然后导致重症或死亡。医师表示，为新冠肺炎感染的统计内底，会当看到染病了后，并发肺炎链球菌肺炎的几率有，不过并无多。民众若是去注肺炎链球菌疫苗，确实会当提悬保障，不过也是爱看医师的建议，也有个人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伫6月11日接受广播电台的访问讲到咱订的 AZ 疫苗主要是伫泰国生产，也毋过后来泰国疫情嘛在减价，所以疫苗就先留伫泰国使用。无想到讲总统的谈话完成泰文了后，有可能3-5岁。
泰國政府的發言人就伫推特表示講，泰國並無阻擋 AZ 疫苗出口。咱的總統府嘛還原總統的本意，強調講總統是無講過泰國政府阻擋疫苗出口的這款話。新冠疫情伫全球咧看，國際疫苗趕袂出貨，台灣更加是咧苦等大量疫苗進口，渴望下當來紓解疫情。總統蔡英文11接受廣播媒體電話訪問的時陣，伊透露講為蝦米國際疫苗這麼暗的原因。即馬遇到的問題就是6月吼，咱應該到的會有到啦吼。主要就是講供應台灣市場的這個大廠叫 AZ 這個疫苗吼。主要是咧泰國生產的啦，即馬泰國吼有疫情較嚴重啦，所以因就優先把疫苗給泰國咧用啦，蔡總統話一講出來，引發泰國政府發言人戴素麗伫推特留話，伊講泰國並無阻擋 AZ 疫苗出口，這是由製造商負責管理的代志。但是文內底並無寫明講伊所講的廠商是對一間，毋過這已經予泰國媒體小正報道。กลายเป็นประเด็นที่มีการพูดถึงไม่น้อยจากกรณีที่ไช่อิงเหวินประธานาธิบดีไต้หวันออกมาระบุว่า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 -19 ของบริษัทแอสตราเซเนกาในสายการผลิตของบริษัทสยามไบโอไซแอนซ์จำกัดจำเป็นต้องเลื่อนกำหนดส่งมอบล่าช้าออกไปเนื่องจากความรุนแรงของโรคระบาดที่เกิดขึ้นภายในทำให้ทางการไทยต้องกักตัววัคซีนดังกล่าวเพื่อการใช้งานกับประชาชนคนไทยก่อน專門翻譯泰國事事的蔡英文先強調翻譯是真要緊的代誌，因為蔡總統所講的因優先，這個主席講的是 AZ 這間公司，但是雙方指向是泰國政府，真明顯是翻譯出問題。伊閣轉達翻譯泰國學者的文章，愛台灣媒體查證。總統府發言人張東漢嘛隨澄清，還原迄天的訪問，蔡總統無講過泰國政府阻擋疫苗出口的話。對 AZ 泰國廠所生產的頭一批180萬劑疫苗會先投入去予泰國人民住的消息，國際媒體嘛攏有報道，俄萬各疫苗廠各個的生產線攏會當順利運作，予疫苗會當愈期愈積的供應，來照顧全球更加濟人民。記者郭燦台北台北報道。日本捐予咱台灣124萬筒的 AZ 疫苗，台北市明仔要開始做。有民眾是向議員訂正講，雖有幫厝鄰的時代上網絡來注文好勢啊，也毋過衛生局發的簡訊注射的地點寫毋對哦，一來一回至少要加半點外鐘的時間，里長嘛趕緊一號一號來發通知單，通知正確的注射的地點。日本送予台灣124萬筒的 AZ 疫苗，台北市會伫51日連假了後開始做。頭一批會先開放予85歲以上的老大人，甲65歲以上的原住民來做。有民眾甲市議員訂正講，伊甲厝鄰85歲時代伫網絡注文成功，摕到號碼牌了後，收到衛生局通知的簡訊。頂懸寫注疫苗的所在是承德區民活動中心，南港區新東街1號。詳細一個查，發現住址毋對去，正確的住址應該是承德活動中心南港區東德路100號，就伫聯合病院中校園區。兩個地方距離差不多4公里，光是騎摩托車就要7分鐘。如果民眾真的跑錯地方，特別很多是長者，行動不便的長者，到時候後果真的很難以預期。當地里長講，13早起發現簡訊的內容拍了毋對去，遂開始敲電話通知民眾，而且印書面的通知單。南港區三重里目前攏總有200個集會人符合頭一批注疫苗的對象，里長是1號1號用書面來緊急通知。昨天早上10點多要發通知單的，然後因為通知的地點在3種，後來他有11點他們臨時開會，區公所臨時開會。1點又更正了，所以搞到下午2點才到地辦公室來通知單，我們才發出去。通知注疫苗的簡訊地址拍了毋對去，造成民眾甲里長規個是亂糟糟。市府敢若回應講，官方網站頂懸的資料並無毋對，民眾若是有疑問，會當上網來查。記者綜合報道。桃園市第一波老大人注疫苗，明仔開始連續注3天。81歲以上的老大人先注 AZ 疫苗，閣有2000多筒的莫德納疫苗，要予有新的第一類醫術人員先注。市長鄭文燦嘛，呼籲指揮中心針對桃園國際機場有管制區工作前的35000個人，看敢會使專案來處理，嘛予因先注射。
已经配送到各县市的莫德纳疫苗，桃园市领到8500剂，目前剩2000多剂。市长郑文灿下早宣布，接下来要提供给第一类医事人员、佮医疗院所非医事人员有新的人优先来做。15号开始，81岁以上的4大人，大约52000多人，会来分3天注 AZ 疫苗。第一天是88岁以上的，第二天是84到87岁，第3天是81到83岁。后礼拜开始是由75到80岁的4大人来做。能够让疫苗可以普及精准，也能够对长者的保护力可以提升。除了高风险族群优先来注疫苗，伫防疫第一线桃园国际机场服务的人力，市长郑文灿表示，目前统计领有机场管制区工作证的人有35000人。一类是海关检疫机民、航警等人员，一类是航空公司人员，呼吁指挥中心甲行政院会当专案处理。希望能够分级造册，专案施打，这2个原则。那前提当然是中央要计算这个疫苗的数量。市长郑文灿指出，目前81岁以上的4大人3天注疫苗计划若要完成，会到第4天来处理。75岁到80岁的4大人有定后礼拜2开始注，希望中央针对桃机的人员拨足疫苗，会当连2波4大人注疫苗中午的时间来完成桃机的工作。记者林文吴家宝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县政府伫顶礼拜六嘛已经收到头一批37000档的 AZ 疫苗，明仔载后日2天会注射。伫名单顶头第1类到第3类，佮有高风险的对象会当先注。顶礼拜5开始嘛开放15000档，予75岁以上的老大人来注文。有真侪民众是真怨叹讲电话是真歹卡。中华县卫生局是表示讲，刷来中央会搁发淡薄仔疫苗，予90岁以上的老大人来注。袂少侪岁人伫卫生所头前看就是真着急，伊是要来注文注 AZ 疫苗，毋过电话先卡就卡袂通。先过温啦。现在陷入全盲，请稍后再拨。弄麻呢。袂少老大人咧怨叹讲，注文的电话是真恶卡，有人卡规工打拢无回应，较好运的至少嘛要卡半点外钟才有通注文。那若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无用试电话是接袂离。我觉得应该是疫苗比较少，需要人比较多嘛，电话当然不好打。就持续的不停的有电话涌入，简直可以用络绎不绝来形容，所有的电话都是满线的一个状态。中华县12日摕到中央分配37000档的 AZ 疫苗，会伫15甲民众注射。6月11开始开放予75岁以上的老大人来注文。根据县府的统计，县内75岁以上的侪岁人差不多有9万多人，不过会当提供予这个族群的疫苗，敢若有15000档左右。15000剂，但有一半的15000剂这些高风险的，我们都是用造册方式来做通知，然后施打啊。那个预约的部分，实际上是跟中央配合中央规定，75岁以上就是25%左右的涵盖率。叶冠碧表示，目前已经有列名册，包括住伫长照机构、西药剂的患者、甲重度适龄的这个高风险的族群，按算会分配14000多人。因若第1类到第3类住的对象差不多有9000人，其他的15000多人会提供予75岁以上的侪岁人来住。目前估计有25间病院、甲58间诊所，2天来注册了后，中央会阁分配5批疫苗，予90岁以上的侪岁人来住，希望当提高疫苗的涵盖率。记者综合报道。云林麦寮六轻工业区有5个人患着病毒，六轻的员工大约有13000个人。卫生局嘛要求六轻爱全面体检，明仔载开始中间病院会来斗3天，一天会使检验3000个人，一礼拜内底会使来完成。消毒人员伫咧麦寮的市区来回进行消毒。因为云林麦寮乡的六轻工业区目前已经有5例确诊病例，其中包括翁仔某住共寝室的室友，也佫有1个员工是住伫共一栋宿舍，无共楼层，所以去互人画着。目前正咧厘清病例的关联性甲感染源。有连续5个个案发生那有没有相关因应的作为了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那我们针对热区的部分，我们先前都已经有做过一个快筛那我们也责成这个公司一定要在进行整个企业的一个普筛
云林县卫生局表示，进前捌进驻6间的厂区做快筛，体检480人全部拢是阴性。不过因为目前6间编制内员工大约有13000人，为着要避免爆发群组感染，已经要求6间规划进行全面普筛。你是最近5个啦吼，所以讲咱医疗用一定拢足紧张的嘛。希望咱内所会当做到伊企业大伫医疗，希望莫引到医疗百姓的恐慌嘛。希望大家来合作，因为大家普筛，阮以县政府来为咱医疗乡来普筛来看当时做起安尼。医疗乡公所表示，经过了解，6间因为员工的人数多，会由各地中间医疗体系病院共同动员来协助6间进行全面普筛。按算15伫咧员工宿舍边仔的大型活动中心设置10条快筛线，逐工会当体检3000人，按算伫1礼拜以内完成普筛。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咱台湾的本土病例有减少的趋势，也毋过死亡的人数嘛是阁袂少，有一部分甚至是还袂到病院之前就雄雄过往。最近观众朋友应该常常听到温线无开造成死亡。咱今仔要来连线南口中基病院内科部的副部长高国进，为大家来解说讲到底什么是温线无开，要安怎预防呢？副部长你好哦。咱台湾目前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大约是3%外嘛，咁毋过其中有1成外是到病院之前就死亡，有一寡案例是因为温线无开哦。医师，你敢会使甲咱解说讲，什么是温线无开，还是有人讲快乐无开？一般来讲，你若得到这新冠肺炎，大部分的人吼，一部分人应该伊若有症状出来，会感觉无开啦吼。但是家人吼，因为伊一寡因为伊的原因。目前也毋是介清楚啦，不过就是讲，照讲你若无开时，你会感觉喘，但是家人吼一般伊袂感觉喘，吼，所以感觉讲敢若无病共款。但是你若我都检查伊的肺内底迄个酸素其实足低，所以这种人你若讲一段时间了后，你若酸素拢无够，拢无开的时阵吼，一段时间伊突然间会并发症就走出来，爱随时就一寡迄落。死亡的时阵发生，因为伊无感觉喘，所以就袂去病院找医生安尼，吼，所以这是主要是一个问题啦，吼。你若讲有感觉喘，当然你就去病院嘛，吼。你若无感觉喘，你就感觉敢若无安怎，但是你若久了就有可能会迄个心脏啦，即寡器官拢会影响到。所以为什么吼咱血内底的酸素浓度一定降啊足低啊？可是病人家己拢无感觉有啥物无爽快哦，伊个会当照常去看手机啊哦，迄敢是甲咱讲胃着病毒上头先哦，会出现鼻无芳臭，那食嘛无直感食这种症状，其实嘛是有淡薄仔关系。无毋对啦吼，一寡患者伊会讲伊敢若鼻仔吼无闻到啥物物件吼，还是讲你鼻仔是。讲食物件感觉无味吼，但是这是目前的一种讲法啦。以真济迄个研究来讲，毋是讲一定讲是这个原因啦，可能还佫有其他的原因。但是这个是一种原因啦，因为迄个病毒本身的法度攻击咱的迄个神经吼，特别是脑部的神经，所以本来脑部会感觉喘，结果因为安尼无感觉喘，吼，这是一种假说解说啦。但是嘛有可能佫其他的原因，结果来。更较侪资料来证实，嘿。所以即马有真侪民众拢真烦恼哦，所以最近会使量血内底酸素量的机器是卖甲强强滚哦。医师，你敢会建议讲民众咱家己伫厝里会当随时来监测？啊，若是讲无买即款的机器，咱敢有其他的办法来注意家己身体欠亏的状况诶？是，一般来讲吼，这机器大概是医疗人员在用的啦吼，大部分人应该是袂去用到啦，而且这。你要买这种机器，需要经过药局啊，还是讲一寡迄个有经过核准的厂商才有法度买吼，袂使讲凊彩买啦吼。所以大部分拢是医疗人员在用。啊，你若讲啦无这个机器吼，你伫厝诶，你嘛会是安尼吼。上重要，你来感觉讲，你若感觉讲会喘，还是讲胸口头感觉白，真正会疼吼，你就要注意啊吼。啊，第二就是讲。你若感觉袂人吼，你得小叮当一下，行一下吼，行一下路一下，本来袂喘，咱来即马行一下就会喘的时阵，你都要注意啊吼。啊，你就要感觉讲，若有以上我拄仔讲嘿，你就要紧去找医生看卖。尤其是你若讲佫是患者吼，有确定的患者确诊，还是讲你咧居家隔离，还是讲咧检疫所的人吼，你都要特别注意这个嘿。
所以，医师，咱迄有一寡手表啊，是有一寡简单的迄个手机啊，那阵内底有会使用迄个上手的迄个机器啊，迄种拢无啥准吗？无啥物参考的。你看我手有一支吼，这你毋知看会到袂吼？即种的就是一般阮咧病医用的啦吼，咧病医用的这种物件吼，啊，但是这吼一般是我拄讲，你这台湾一般人买袂着啦吼。嘛无建议讲每样拢去买啦，因为你若讲每样去买，一方面这价钱无俗啦吼，啊另外就讲伊嘛无法做啦，你若每样拢买，大概无法做，所以即摆是我拄仔讲有需要的人，阮会甲切，拄仔讲你若讲是甲确诊者接触过，你咧隔离的，咧居家检疫的，目前拢有这咧每样拢有一个啊咧量啦吼，啊你若一工会使量解。2届、3届安尼，啊，若有真正有问题，就要紧找医生讲，吼，甲医生讲，还是讲你甚至咧居家隔离的人，你会使敲1922，吼，甲迄卫生局讲，吼，啊，伊就甲你处理，后壁看要安怎处理，伊会甲你讲，吼，因为这个量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筛选的方法尔，因为你这有当阵你家己若袂晓量，是讲你手啊有迄温度啊，伤过冷啊，是讲你有迄个涂指甲油哈，这拢会袂准啊，所以毋是讲干那靠这个尔，嘿。所以，医师威胁无开哦，是即届造成遮侪死亡的原因，或遮侪人还袂到病院就过往嘛，迄是即个病毒的特色哦。啊，咱要安怎做？咱是加强来体检，还是讲来知影讲敢有患着病毒，还是讲医师你有啥物建议会使来避免哦？即种的不幸一再发生。确实啦吼，前几工仔大家拢有在听到一寡报道，讲有个人吼还袂到病院进前，就突然间吼就过身去了吼，拢还袂接受到治疗。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即个。咱即摆咧讲的即个温型无开啦吼，另外有小部分有可能嘛是迄个气部气管去达着，咱叫做肺栓塞啦吼。但是即两个拢有可能会突然间吼，病人安尼一寡突然间心跳啊是迄个心脏无跳吼，这有可能啦吼。啊，所以你要减即摆个问题就讲，你若感觉有怪，尤其是讲你住的所在是咱所讲的迄个热区啦，就讲你住迄个附近，还是讲你有讲通知讲你的迄个环境吼，可能是较容易有可能得到即个病的人吼。你若有一寡无爽快，你来紧去筛检啦吼，就是讲咱有一寡迄个筛检站，是讲你去找病院去找医生吼，你讲你有安怎艰苦，你甲伊讲，伊就甲你做判断，有需要无需要做检查吼，大概是安尼。好，咱真感谢副部长，互咱遮尔详细的解说，嘛真足甲大家讲爱特别注意的代志哦。咱再来看三级警戒伫厝上课上班这2个月，水电佮网络的开销应该嘛是袂少。台电6月份开始要改做热人的电价会较贵。民进党团今仔是开记者会，要求台电应该先暂停以热人的电价来收费。另外，明仔载开始就会使申请劳工纾困的贷款。劳动部嘛放令讲108年，还是109年，所得伫50万以下人，拢会使来申请上侪10万块的贷款哦。嘛，呼吁民众尽量透过网络来办理。在防疫期间，真侪民众拢伫咧厝内上班上课，较少出门。在这段期间内，水电网络用量增加。不过6月开始是热天的电贵，对照民众伫咧厝内时间来计算，开销一定会增加。对于民生住宅的用电，6月份不实施所谓的下月电价，那将近会有1000万户的民众能够受到这样的一个照顾。那去年的做法是营收减少15%以上，就会有相关的打折。如果以服务业跟农业作为主要的一个电费打折的对象的话，那将近会有75万户立委要求台电伫咧6月取消热天的电价，在此同时也该放领劳工纾困的申请标准。行政院针对呢，这个部分工时的受雇劳工，他们比较弱势的这一块呢，在不同重复领取其他性质相同的这个补贴的情况底下呢，要制定相关的政策，要把它纳入纾困。伫10月开始申请的劳工纾困贷款，也有50万个，和108年或者是109年，综合所得税伫咧50万以下民众申请，也都上悬10万，贷款期限是3年。开放365间银行办理。点选申请流程。为了要避免民众伫咧申请时阵人伤侪关注，所以劳动部鼓励民众伫咧线顶申办，也制作影片讲解流程。除此以外，10月开始，也个让青年囡仔家庭防疫津贴。
只要厝内有小学加小学以下的囡仔，或者是国中、高中5专前3年的身心障碍学生，敢互恁就当使用金融卡加囡仔的健保卡上网申请，或者是经由 ATM 领取，一个囡仔1万块。希望伫咧疫情困难的这个时阵，会当提供民众更加侪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500县一个果菜市场昨透早爆炸，怀疑是假释外漏，造成37个人重伤，12个人死亡。今年的7月7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伫这个大日子之前发生史上严重的公安意外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讲要查出原因。建筑物倒来，钢筋拢看现现。搜救人员自放来厝内面要救人。13透早，中国500省十堰市一个市场发生爆炸意外，造成至少12个人死亡。当局伫第一时间派出2000名人力，也个出动警告加4名探测器等设备来救人。现场搜救专已安置913户，伤病员138人已全部入院救治，其中37人重伤。12人死亡。爆炸发生了，民众用手机翕到事故现场。根据了解，这栋2层楼的建筑物是起伫咧90年代。1楼是市场，有药房加早餐店；2楼是社区的活动中心，无人住。严估因为爆炸威力正强，和车路对面至少4楼大的单加附近的大户受到影响。官方伫第一时间讲，意外是因为建筑物的管线伤牢固，造成天然气外漏。有网友讲，爆炸是连续发生的，影响范围正大，就知影讲气体漏的情形正严重。因为受伤人真侪民众惊讲费库费量无够，拢去费库要管费，各大管费站外口拢排甲路长。因为拄好是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直连传出公安意外，像这个月就已经连续发生矿灾、化工气体外漏等意外。为了要维护社会稳定，习近平已经下令要赶紧查出原因，追究责任，同时要求各地方要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7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峰会礼拜结束，美国总统拜登伫记者会时表示讲，西方的民主国家当个甲专制政府得拼输赢。拜登嘛讲到中国，呼吁民主的国家得爱团结，才有法度甲专制国家来竞争。英国首相强森嘛答应讲，伫明年底之前会提供11档的新冠疫苗，予一寡善食的国家。未举行3天的 G7 7大工业国家集团领袖峰会伫礼拜结束。美国总统拜登伫咧记者会上讲，美国重返谈判桌，而且全心投入，也讲到西方的民主国家正伫咧甲专制政府做比赛。I think we're in a contest, not with China per se, but a contest with autocratic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as whether or not democracies can compete with them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21st century. 拜登特别讲到中国，再一遍强调讲，唔是专讲要甲伊发生冲突，而是当伫咧合作的所在合作，无同意的所在有话就直接讲。除了拜登，有真侪国家的领袖伫咧会后也分别讲到中国。On the economy, on trade, we will find ourselves in a competitive position with China. We will compete with them, and still, in a third area, there will be a need to contest China, particularly in the matters of human rights. C'est un compétiteur économique duquel nous attendons le respect plein et entier de toutes les règles auxquelles nous nous sommes collectivement et volontairement soumis, celles d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u commerce. Et c'est aussi une puissance avec laquelle nous avons des désaccords que nous assumons quand il s'agit du travail forcé ou des droits de l'homme. 因为伫对抗疫情方面，G7也向中国提出疑问，并且希望世卫组织调集后一阶段疫情起源的调查工作，而且要透明公开。英国首相强生也讲 ，G7 伫咧明年年底进行，会向30个国家捐10亿剂新冠预防针。I'm very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is weekend leaders have pledged over 1 billion doses,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funding to COVAX. That includes 100 million from the UK to the world's poorest countries, which is another big step towards vaccinating the world. 也有环保团体伫咧峰会附近抗议，因认为全世界需要
110亿支有放射。不过，据说这个那关10亿支，也强调3港的峰会只个那承诺一寡虚的代志，就应该立刻对改变气候变迁做出行动。譬如讲，已经签署拢无遵守的巴黎协定。公司新闻陈伟林报道。以色列国会将以60票同意、59票反对通过新的联合政府。12党的纳塔亚胡时代嘛正式结束，新政府组成会使讲是以色列成立73年来上多元、无共意见嘛上侪的政府哦，敢有法度继续来维持政局稳定，外界是有未少的疑虑。以色列国会13信任投票结果就宣布，执政政权12年联合党。东魁纳坦雅胡为总列为换到在野党镇压食处当中坐落来，这是以色列建国以来从来毋捌出现过的场面。极右派、左派、中间路线甲阿拉伯的政党的机关共同合作，成功筹组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幕后的大功臣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甲最后一刻有背信的骂名，改变立场的极右派右倾党领导人班奈特所达成的权力分享协议。班奈特为即马开始到2030年做总理，了后佫将大位交予拉皮德。הממשלה שלנו תעשה מאמץ להעמיק ולטפח את היחסים עם ידידינו בשתי המפלגות, ביי-פרטיזן. אם יהיו מחלוקות, ננהל אותם מתוך אמון בסיסי וכבוד הדדי. 90票同意，59票反对，1票弃权，也就是2票之差。上周纳坦雅胡政权的消息指出来，在国会头前广场的数百名示威者逼出了胜利的欢呼声。אני מעורבב. אני ברחובות כבר 4 שנים. עברנו 4 מערכות בחירות מהסוערות והמטלטלות שיש. חיכינו לרגע הזה, ואין לי מילים. 对反对纳坦雅胡的人来讲，伊是一个行极端专制国家领袖，利用分化抢夺统治，和以色列社会经济逼分来扩大。不过对伊的支持者来讲，纳坦雅胡是带国家度过经济安全挑战、真独特的全球性领导人。新总理班奈特在国会就职演讲当中，对哈马斯武力攻击、伊朗核武的问题，展现意向的鹰派的作风。不过也强调，甲附近的阿拉伯国家建立和平协议，增加区域经济、高度甲文化合作的重要性。班奈特演讲过程中，一直有联合党的议员围站起来，骂伊是骗人、无体，拢被警卫强制甲诱离现场。纳坦雅胡是在投票进前的辩论过程当中就讲谈话。האופוזיציה בישראל יהיה קול ברור וחזק. ויש לי עוד מסר בשבילם, לא פחות חשוב. We'll be back soon. We'll be back. 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一个得过普利兹奖的记者，印度的史迪基哦，伊伫印度第2波疫情当个团的时阵，侵入第一线，记录病院甲遗体毁坏的情况哦。这个记者讲，要爱专业报道，佮袂当有伤济证词，佮加上伊后生嘛为着病，采访的过程哦，是伊做记者以来上痛苦的经验。规身躯穿红雨衫，手摕着相机，路透社摄影记者丹尼许史迪基。5月初，伫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病院，用影像记录疫情。这间病院甲伊几个月前来时阵完全无同。Would be sharing beds because there were just too many patients, and there was oxygen supply was also very limited. 史迪基2018年报道罗兴亚难民议题，摕到普利兹专题摄影奖，也是第一位摕到这个奖的印度籍的记者。伊的镜头甲四界拢看会到的集体毁踪的画面，向全世界呈现疫情的严重性。小的时阵温度正悬，有当时想要较晚去翕，拢真困难。In Delhi, which is like the capital of this country with the best medical facilities, and I took a few pictures there. I think I was one of the first journalists to go there and to see and to showcase the world the scale. 行出新德里5月中疫情上严重的时阵，史迪基来到坐车90分钟外这个村，城乡的差距正大。
村内面根本就无医生、无医疗设备，村民是目睭金金看到村内人往生。虽然未放弃这个工作，不过这场疫情让伊感触真深。There are various challenges to cover this kind of story, and there are technical challenges, and then there are emotional challenges. But it was also kind of fear that because you're going to these high-risk zones, that you might be bringing this invisible enemy to your home, and you might be infecting your family members. 印度的第二波疫情，伫咧6月已经有慢慢较稳定，每天新增加的病例加死亡的人数也降真侪落来，真侪城市也慢慢放零防疫限制。印度政府这礼拜宣布，自2月开始，全国成年人口大约9亿5千万人，拢会让免费注有放射，希望用大规模快速注有放射控制第2波疫情，也防止第3波疫情。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但国内疫情的炭烧哦，也毋过嘛是阁有游客去山区的部落，造成部落的民众真惊吓。有部落一寡少年学生就主动伫重要的出入口来设健康检查站，帮游客来磅体温哦，守护部落。近来疫情是拖啊真严重，众人伫厝内翕受久，总是有人去走去原住民的部落去佚佗。所以即马伫南投县的信义乡，各部落的出入口拢有设管制站。磅体温、留名册，和在地人也工课需要出入，那各地游客都全部空离开。我们就号召我们新乡部落的青年就一起来加入这防疫站的工作。然后那个表格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检疫站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对，它必须也是要有人数统计，然后也让他们不用担心，知道部落有人在帮忙做一个把关。其实不配合，他们就大概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这样从外地回来，可能就是经过很多地方啊，都要量过好几次，所以他们就觉得，为什么回到基尔部落或是来到这边都要量？疫情期间全国停课，管制站的工课就是即阵等甲部落的少年人自管机务担当，无论是透风落雨、火烧日头炎，因逐工徛卫兵守护部落，记录检疫详细，就是望部落的顶顶下下拢会当安心，即时了解疫情的状况。很高兴可以为部落自己做一些事情，这样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还有别人的安全着想，所以麻烦就请大家多多配合这样子。更感谢我们的这个学生，就是我们5位的学生，他们自愿的来这个地方做检疫的工作，因为部落的事情是大家的事情，不是只有我们连长或者是这些学生。这阵热心的部落青年，因除了呼吁各地游客暂时莫来到部落旅游，也拜托民众经过检疫站的时阵，配合志工磅体温甲消毒，在疫情滚价的这段时间，保护家己，也就是保护大家。记者综合报道。学生停课伫厝内上课已经1个月咯，有一寡偏乡的学校哦，等下学校上课的学生却愈来愈多。来看南投的亲爱国小，因为有真侪家长拢出外去工作，学生无人通照顾，只好转去学校上课。疫情警戒升到第3级，学校也开始线顶教学。毋过伫偏乡地区，这款方式实在是恶实施。南投县真爱向亲爱国校的囡仔，有一部分拢转去学校上课。因为爸爸妈妈都要去工作上班，然后就很累，然后也没有手机，就是家里面没人可以照顾，然后没有手机，就导致我没办法在家里自学。开始的第1天之后，就有9位孩子回来，那我预估可能再过一阵子我看全校的孩子都会回来。对生活伫都市的囡仔来讲，网络、电脑也是手机是日常。毋过伫仁爱乡，即寡物件无得卡是大家拢有。另外，学校的人数是较少，做好人流的管制，就较无群聚感染的问题。也没有电脑的，还是大有人在这样子。有一些家庭是隔代教养，好，就算他们虽然有手机，但是他们只有接电话的功能而已。如果在偏乡地区应该做好所谓的外人流管制，做到这种很高强度的限制外人不要进到部落的一种手段来防治所谓的疫情，然后让在这个范围当中
让孩子们能够正常直接到学校来做就学，这样反而比较安全。偏乡所在电脑资源无多市利便，线顶教学也造成家长的困扰，所以也有部落的家长是认为讲，让学生伫学校继续上课，也同款通做好防疫。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